另外，国际记者联盟昨昏公布全球记者采访安全报告，今年计共有104个记者殉职，人数是比去年减25个，不过对新闻界来讲也是真严重的。特别是有一半的记者是咧加沙走廊死亡的，其中有55个是巴勒斯坦的记者。另外，即马伫全世界，还有520个记者被掠去，敢若伫中国就关130个记者。2023年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伫黎巴嫩南部边界发动炮火攻势，路透社摄影记者伊萨姆当场无难身亡，也伤着半岛电视台甲发新社4名记者。也那半岛电视台派驻伫加沙走廊的特派员大都虽然有闪过空袭，不过伊的家后甲囝儿以及孙仔是不幸罹难。身处加沙阵地，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势是无生目睭的，记者人身安全因讲是毫无保障。根据国际记者联盟11公布消息，今年总共有104名记者殉职，其中有一半的记者是死伫加沙，有55个人是巴勒斯坦记者。也若敢若看以下的件数，开战以来，罹难的巴勒斯坦记者人数就138人。Donc c'est une des pires années depuis 1990, pas la pire, mais une des pires. L'année dernière, on avait 129 morts, là on en compte 104, à l'heure qu'il est, au 10 décembre, bien entendu, ça peut encore évoluer jusqu'au 31 décembre. Mais une des pires années, ouais, c'est le avec un taux, et ça c'est rarissime, c'est la deuxième année que ça arrive, avec un taux d'une même nationalité. 国际记者联盟也公布，全球有520名记者被关押，其中以中国加禁135名记者人数上最。另外，南韩政府伫初三发布戒严令，总统尹锡悦点名美利亚清单内底常常批评尹锡悦政府，长期追踪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的丑闻，有180万用户的新闻工厂 YouTube 频道的南韩记者金武俊也在其中。伊受到迄暗办公室外口至少有20名野青的南韩军人守伫外口，同时也有4台军方车辆。当时真危险、真紧张。伊讲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伊就感觉是真惊吓。尾啊，伊是米36点钟才渡过难关。 만약에 계엄이 해제되지 않는다면 죽을 수도 있겠다. 尽管戒严令风波已经平息，不过讲到迄暗的情形，伊也是感觉惊惊。伊讲做新闻工作20多年啊，阮是话政府是看过上海执政的团队。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南韩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对原本的47名落到62名。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